我是阿雄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，来甲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最35000块，你揸登去哦。加5000块。系啊，起价啊，起价啊。一定爱拼命。好，来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是明星。好来。哇，阮家哦，我甲你讲，歌唱了好，身材好，舞歌跳了好啦。哎呦，女神啊啦，真是舞曲来啦！哎呦，欢迎啦！阿行上好，美秀姐，谢谢阿松哥，谢谢。哎，阮家够5个呢。无差遐济，无差遐济。但迄个奖金嘛是有摕到的。哦，对。还是无可能。咱来好啊，介绍者。我甲你讲，我听过哇洗脑，你知无？我嘛听过。这就是要洗脑。对。一直当，是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歌，啊内底的8首新歌，全部拢是舞曲。哦哟，没有你动词的就是爱互大家吼，你要活得爱动嘛，对，安尼身体才会健康。奖金摕到了，咱再来做伙欢喜者，庆祝一下。即马哦，爱先介绍咱的队员。来，嘿，咱的队员哥哥，好哥哥来，大哥来啊啦！福哥，是福哥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来介绍落去。哎，秘书记啊，我是阿文台线老师。美秀姐拄则讲了无唔对，我这张专辑内底舞蹈全部拢是100，伊是我的舞蹈总监。哎呦，听到这名我感觉足厉害。好，来个稍微介绍落去。哦，这嘛不得了，这不得了哦，这个不得了啊。这是这位呢是我这张新专辑的制作人，在这里。这种大名啊，两位主持人好，老师好。你好。好，来，谢谢老师，欢迎，我刷落去咧。这是班班。我看伊吼嘛是伫咧足侪节目吼，伊拢有教我跳舞的。嘛是舞蹈的老师，我是今嘛全台湾上少年的舞蹈老师。哎呦，嘿，甲阿文老师可能比起来我较少年，但是我就尊敬伊的，谢谢。多谢。小你这是12岁是哦。少年出来。好，阮这边介绍完了，华丽娜哦。嘿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阮这队叫做美力真正强，欢迎阮的队长马国贤呐。大家好，国贤哥哥。好，来这个 Baby Call Me，你我唱跳歌团的始祖，始祖今嘛老啊啦。对。OK。先介绍队员，看你会当领奖金无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之前是护理师，啊，毋过即马一定无伫咧等于做工课。护理员，哈，即马是要护理师，互阮赢。来，来，目的是安尼。好，来，心怡刷落去咧。詹律师，我名有够歹讲。我是专门做劳工甲家庭纠纷的律师，我叫詹吉雄。好，感谢你，欢迎。好，来个刷落去咧。这第三位呢，这算是讲我的师弟啦。师弟。哎，刘成，我是老师，我是演员，我已经是棒球的选手。欢迎你哦！好，来个刷落去。我刷落去，这上后一位这嘛是我的算师弟啦，叫做尤淑婷。我介绍一下。嗨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尤淑婷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嘛是一名 YouTuber， 我伫咧网络顶管教人运动。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咱今日的国文老师翁秀荣翁老师，捧场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水啦，真正这边若要水啦吼，啊若要巧啦吼，一定爱讲台语啦吼。好，咱要开始比赛哦。来讲。今日去咱第1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，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是要安怎摇咧？你看到啊，你爱用比的、用讲的、用演的，和你的队员来摇，2分钟以内看谁摇到上侪题，就会使得到这回合的5000咯。嘿，咱这边代表以
抢，我来讲，我来讲。贾晶晶，好，来晶晶来，好来，请开始。哦，来，两个你最近定。好，进卡。哦，两个你食迄吼爱放屁。假巴，不是放屁。韩琦，两个你查某去约会的时阵，爱互查某朋友，对。进卡。来，三个是身躯的一部分。咱跳舞的时阵爱叮当。进卡头。好，进卡。六个你吼，就是讲内底有两个，不要给他跑了，拍出，嘿。两个你伫海内底，啊吼，伊本来是活的，啊，但是咱吼人就是来污染嘛，伊会变白色的，死去啊。端哦，进卡。三个你伫咧新明的头前，啊，伊穿一支草鞋啊，迄个三个你，三太子，唔是，第一位，马祖廖景头一个，不是，廖景头一个，三哩，伊都伊这个，来，三个你，就是迄个国贤哥以前吼，伊拢会安尼有无？跳舞，安尼，爬来到，差一哩，后边我接，车什么？车轮道，车分道，好进卡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这是啥？你也是拍出啊？三个你，就是你爱做有，安尼。会活量，你做什么？好进卡，来，三个你，有一个，哪个你啦？迄食水饺爱运的迄有无？啊，但是伊装伫一个迄个罐仔内底，啊，你要讲一个人哦，看袂出来。好进卡。袂晓就拍死哦，紧的哦，快，紧的。我来，我知。等下你结束时间到了。啊，赶录掉啊，但是时间到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先下回。来，真牛哦！厉害，真牛！咱来看者，因讲因个落啊几题？哦，因正确讲到9题。其实差不多，因的音拢真正确啦，吼，啊，只是有一寡会当甲大家分享的吼，就是迄个报马啊，咱一般就是马祖绕境的是伫头前，啊，伊身躯伊穿长穿短，啊，佮举迄物件拢有伊的意思吼，啊，咱无法度遐长来解说，毋过伊就是代表咱台湾一个足善良的力量，吼，啊，佮来就是讲迄个拄则有爬车本岛，嘿，车本岛的讲法有足侪吼。包括讲爬车轮啦、爬链道啦、爬麒麟啦，吼爬链道拢会使。啊，咱经迄个车本道咧讲，阮即马要看另外一队的表演啦。来，咱的马力上马力的，咱的代表是谁呢？小啊！来，好来，请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三个你，第目三有一个。足侪动物的所在，啊，有一个动物是足悬的，啊，身躯一点。来，去花莲都爱买2个字，去花莲。马吉，水，三个字。做别时阵人，2个字，人定讲哦，做别时阵啊，有名那个头啊，啊，莫去扣，迄啥物？迄啥物件？洗身躯用的。叉子不啊？不是，洗身躯用的。水，对。进卡，来。来。2个字，要拍，袂晓就拍输，拍死。嘿，来，哦，你这人讲中几个字？讲人5个字。5个字，是讲一个人唔知影死活啦，啊，迄个头前2个字是这6月后一个月，7月啊7月什么？七只，唔知死活7月半，啥会？一种上尾2个字是些动物。7月半，讲这人唔知影死活。 7月半雞，7月半雞。 7月半加另外一种，加另外一种。7月半啊，唔知死活。来，这2个字早顿时阵都爱食的，啊是爱切一片一片的，爱当硬甲软，啊是
thêm ở汤内底，迄叫啥？馒头两个字，不是馒头，不是馒头，细细干干的，烧饼，一条的，一条油条肥肥的。法国油条，美國的物件，美國的物件，較早美國的物件，汉堡，華國叫啥？透toast的叫啥？台語。台語。我看你拍错啊！謝謝，感謝來。好來，啊，兩個字，講有一個人是高水，啊，我是看起來較老實，係合作啥？兩個字。高一，水。三個字，我互你一個火柴，點什麼物啊？三個 Q 塔，會點你個愛什麼物啊？再倒起來，再倒起來。火柴盒，賴是不是？不是，迄愛一個互你，我規人拍，你即擺當作我規人拍的，係啥？會，上尾你是會，啊頭前兩個字，汽油會，食什麼物件會放屁？韓吉會，啊韓雞會。好啦，冇緊啊，紅太會，時間到啦。五點呢？哎呦，真牛啊，真牛啊！厲害厲害！第一個就是7月半啊。伊後壁有一句叫做唔知死活，啊，啥那叫7月半啊，就是咱一般生理內底，雞是拜用的拜神明，啊，連鴨是拜陰的，所以就是拜遐好兄弟。啊，伫7月半的是遐鴨就要紅台啦，啊，你真正唔知死活。啊，第二句就是講迄個俗胖。俗胖，咱一般的胖，迄字是為葡萄牙語來的，啊傳到日語，較傳到咱遮。啊，迄個胖哦，就是咱講的 bread，就是麵包的意思。啊，英語嘛有一個棒，吼 BUN 小圓麵包。所以伊迄個俗胖的，一般伊是日語的俗骨胖，俗骨胖。啊，毋過伊就是咱感覺講較俗，內底無包鴨，啊，所以兩款語言嘅合作伙就叫做俗胖。俗胖。係啊，最後一個番仔火，一般來講就是點火的意思嘛，吼，以前有迄款番仔火阿爸頂懸有一隻高山啊無吼，啊，迄個番仔火就是迄個番就是外口來的，譬如咱的番麥，吼，啊個番薯嘛是外口來的哦，吼，啊個有足濟物件攏是，啊，不是番薯火啦，番薯火我聽應該袂家裡啦，對，番薯會袂家裡，番薯皮袂偏一啦，好，多謝，咱這邊加死的，恭喜得到5獎咯！啊，那咱這邊加油，後悔啊！加油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今日咱第2位啊，手搭定高機。手搭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機，全國朋友來出題。是這個獎金偌濟？哦，咱這回合獎金1萬。是吧？咱若我查拄啊5000就15000啊。對啊，對啊。是，好，我要出題啊哦。好，來，請出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先生，阿峰老師。我伫網絡面頂用台語來教數學。今日我要來出題目，這條是理論問題。好，就是老王有因兜有3個囡仔。好，3個囡仔當中呢，有兩個囡仔就是會叫伊阿兄，會叫阿兄。一個囡仔就是叫小弟。請問。因兜3個囡仔，查甫有幾個？查某有幾個？大家來叫我看覓哦。來，咱請手答。好，來，好個。2男1女。2男1女。兩個查某，一個查某。用藥的。好，來，我問老師哦。老師，安尼對唔對？對，正確。哦。凊彩安尼就唔對啊啦。好，來分數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上大漢一定查甫的，為什麼？因為有2個囡仔愛叫伊阿兄嘛，2個叫阿兄對吧？啊，上細漢的一定是查甫的，所以有2個愛攏叫小弟。啊，但是伊內底咧叫的時陣，伊剛才講一個叫小弟，所以表示是一個阿兄，一個小弟，中間這查甫的。是，兩查甫一查某。對，這題吼我前一工摕到題目，我想幾暗嘛，12點啊想到困袂去。加油！加油哦！吼，換人啊！嘿，換人哦，來，記得換人。
手答咱来当市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请出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林佩佩。奥运是4年一届的运动会，阮台湾有足侪厉害的运动员去比赛。你敢知影？2004年奥运就要在法国巴黎举办啊！请问你敢知影对奖舞会变做新的比赛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霹雳舞，霹雳舞，霹雳舞，霹雳舞吼，其实安怎跳？我来请开始啊！你敢知影倒一款舞会变做比赛新项目咧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来，头头练咯。无来，其实我嘛无确定，我就是试着对啊。对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新奇新颖。啊，勇敢甲讲出来对吧？嘿，街舞，街舞，街舞，公英文，哎，你讲英文老师。啊，水哦，街舞，多一种诶。哦，搁有分种。嘿，你着种啊？街舞足侪种的啊。系啊。对啊， Locking popping 什么？ Popping 才有啊。自由街舞 Free 啊 ，free dance，free dance， free dance。好，free dance 哦。老师是不是 free dance？ 暂时袂使。伊有一个讲法啊。一种舞蹈，特别的舞蹈。好，好来，阿文老师。哦，霹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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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霹雳 breaking 好 breaking dancing， 哦 breaking 啦，老师是不是 breaking 呢？对。容易得到第2分哦。霹雳舞吼，其实安怎跳？我来请问，这拢是拖开动作嘛？伊拢会甲别人吼使人一条，甲伊安尼加舞的感觉。哦，开始啊！安尼。因为阮朋友就是要带集团要去比赛。哎呦，代表台湾，对，代表台湾。嘿，好，真好。啊，等下咱即马听老师甲咱解说者。就来解说。伊的台语名叫做霹雳舞，啊，霹雳就是伫台语内底像闪电安尼，所以就是相拍电，所以伊有一寡 fight with each other 安尼吼。过来就是讲迄个街舞，咱台语到底是要安怎翻译？像有的迄个学务主任就讲，各位小朋友，等下来街舞社，咱是也是街舞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这个翻译的是爱看前后文，吼，较袂唔对去安尼啊。街舞其实咱即马嘛想无一个较好的词来翻，啊，你就是直接翻译街舞安尼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都加油哦！加油哦！是，多谢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这个我来。好，来，手放在零的顶面哦。来，我要问题啊，请手答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大元中医师。中医看诊的时阵，会用望闻问切的方式来看诊。咱伊扎的时阵啊，到底扎的所在是动脉还是静脉无？哦，请问你敢知影中医师咧扎脉的时阵吼，伊扎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咧？是动脉还是静脉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班来。对我用药的好啊。好，应该是动脉。动脉，嘿。是安怎？因为家己平常时嘛会算嘛，想讲安尼地伊嘛是敢若心脏安尼会跳动安尼。嘿，对我用药的啦，唔是讲足确定的。是，好，你的答案是动脉。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赞！来，分数个先。容易得到第3分哦。这个中医吼，一般去看，拢会看你的气色啊，个心酸，就是切脉。有当时咱讲扎脉，吼，所以最后迄时就是讲扎你的这个脉跳，吼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咱动脉拢是血流出来，啊，静脉是较回流安尼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当然爱用较接近的安尼。啊，过来是即大家上注意接近咱的心脏。
嘿，对，咱搁加油就好。加油啊！吼，紧的哦，爱开始哦！啦，开始才3分啦。好，来，咱紧的换人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点面，听讲车手搭带当饲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屁丸，嘛是提起哥哥。今仔日我要来唱一条囡仔歌，互大家听，看恁敢知影我要来考试的上尾一句歌词是啥哦。来，开始。踮啊甲踮着脚，叫阿爸袂伫骹，伫骹裤啊滚暖暖。你敢知影迄歌词是啥呢？上诶，你要搁唱一届。我再唱上尾一句啦。好。哎，请问，嘿，到底是啥呢？来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开机了。很明显哦。谁呢？不是，这个都是我们赢，不好意思。要加油，我已经很让了。回去待会我就穿白色衣服出来了。慢慢唱，不要紧。妖怪囡仔流嘴暖。新鲜感哦。确定哦。确定哦。啊，错了吗？自己相信自己。怎样？有确定无？嘿，安尼。小想一点嘛家，踮着脚，叫阿爸。这应该大家都会晓唱啦。安尼我安尼闹鬼啦。袂啦，你搁唱一届。踮着脚，叫阿爸袂伫骹，伫骹裤啊滚暖暖，妖怪囡仔流嘴暖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够好听。我是阮这队内底鸟鼠赛。唔通安尼讲，你大量，大量，互你信心啦。是。容易哦。好，来，各位记得酒咯。老师，阿伟啦，阿伟，拍摄，我想，不是啊，我感觉闹开先转来啊。袂啦，来。老师，你这是有量，你知影？不是，这题伤简单，我跟他赢你就袂使啊。对啊。无唔对，因为哦，你差我几个，怎么差2轮？咱做音乐的其实拢知影这条歌。爱牛啦。对啊，会互囡仔知影吼，通啊最喙的唱出这条歌就无简单，因为你平常时应该真少你讲台语。真少。嘿，啊，囡仔是的时阵听过这条歌？听过。希望更较侪囡仔拢会当来唱咱的。嘿，天黑拢共款是童谣，迄个时期的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好，来，老师。好，这条歌吼要解说有几个点吼。第一个就是讲，这个单马家，吼，咱英语叫做 tar。OK， 所以伊应该是爱单马家，啊，不过台语有足侪囡仔唱的了，就音变去，怎变点马家？迄甲铺路完全无关系，所以咱教育部才有正字，咱来用打马家，吼打马，吼因为翻译的，所以咱照迄个字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咱文化典管是安那单马家踮着骹，会叫阿爸买伫骹，因为一般行路有当时较水打着高屎，啊，伊竟然是去搁黏着迄切袂起来、洗袂掉的单马家。以前的衫搁鞋啊拢足贵的，啊无就是烫赤骹，然后黏着就足痛苦、足衰，所以咱就爱食低骹面线。啊，当然这是一个迄个囡仔歌的念谣，所以伊就是爱倒句、爱押韵，所以就是点啊家黏着骹，叫阿爸买伫骹，伫骹裤啊滚暖暖，吼，要规囡仔流喙暖 ，OK， 就是好食。其实是想要食猪骹啦，啊，后白找理由。过来是因为有押韵啦，伊的押韵，伊的后白豆会当念起来才顺啦。是，嘿，恭喜你哦！好，咱搁加油呢！开始啊！等下啥等去啊？阿妈，恭喜我放水啊！嘿，恭喜你放水啊！感谢你放水啦！好，后生袂当放水啊！嘿，来，今日我在那边食饭啊！啊，拄啊，咱数学嘛拄过，音乐嘛拄过，医学嘛拄过，嘿，啊，搁有迄运动的，运动嘛有啊。对。哦，啊，你希望什么会来甲咱问？我希望是这演艺界题目啊。哦，新闻呐，演艺界新闻，我就知你足八卦。
你甲我讲，观众朋友，你无八卦，我凊彩你。真正哦。大家拢爱543啊，对，就是543哦。就爱543。好，来手跟个两个点名，然后讲请手台湾带当起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我要出题哦，来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潘兆文。最近伫新闻当中，一直有台湾的少年人互骗去国外做歹代志，大家爱注意。请问发生这件代志的国家是伫倒位呢？请问最近吼新闻内底足侪少年人互骗去国外，请问这个国外是倒一个国家咧？倒一个国家咧？来，咱请抢答。简简来，我是爱讲国语啊，是爱讲台语。讲英文买当啦，这样买通。台语哦，嘿，这个所在大家一定知影，但是台语安怎讲，就无一定啊。你用 Q 的嘛？第一个唔是 Q。干。慢点哦，卖生气哦。你市场啊，你讲安尼，你即摆赢哦。讲问好哈。安尼袂当啦，袂当。你会当讲简单的题目。简单的题目。干坡仔。干坡仔吗？这干坡仔。干坡仔。干坡仔。对哦。对。好，老师干坡仔。干坡仔。袂使。我相信你嘛唔知影答。来，好你机会。我看伊第一句嘛是同款是干。系啊。伊即摆1分尔，看卖使甲斗相共着。干，你甲提示好啦。哦，你想看卖第二个字咧南投嘛有一个所在啊。普利啊。迄个安怎念？哦。剑坡。哦。剑坡仔。加有啥物提示？伊已经提示了足清楚的哦。我会记是普利啊。啊，无你想一个音出来咯。想一个音哦。你问的是普利这音。对啊，嘿。我若记差不多无对我讲着啊。哦，伊搁甲你提示啊。啊？我无听到，我嘛无听到。你多念，我就话普利念啥？剑坡仔。哦，哪一呀？超简那变咸嘛？咸干婆子，他那边下嘎巴，干婆子，干婆子，讲干婆子，确定啊？确定啊？干什么？吐，你是配对吗？干铺子对不对？差伤济。咱两个拢唔对哦。无好念。对啦。迄音若念了无好，就是差一丝丝啊，真正两个拢差一丝丝啊。你较济。袂使。我使补答。即马要补答要分数对老师呀。来，老师。第一是恁会当用较简单的迄个字来去想吼，譬如讲迄个伊虽然本调是第2调叫做干，毋过你爱转第1调，所以念做干。然后第2字伊叫做玻，你爱用简单的物件来去想，譬如讲3重玻、玻璃，所以伊第1调爱转第7调，所以干部。然后第3字，咱会譬如讲阿姐夫人，还是山姐，咱用简单的字嘛吼，所以迄个姐是第7调，好，所以你头前2字爱变调，所以咱变出来的是干部姐。干波姐，老师谢谢。有哦，咱个学着啊。干波姐，是玻璃，唔是玻璃，是玻璃。所以我拄一直甲你讲迄音嘛。哦，敢若英文的玻璃吼，系玻璃。无你拄啊讲敢客家话。对啊，干波姐，来感谢2位来抢位。咱即摆看一下分数，咱来看咱假戏这边，假戏这边得了3分。啊来咱马咱真正强嘛开市啊，即摆得了1分咯。嘛是真好，所以讲咱赢的。第2回合，这边得了1万，所以加起来15000。恭喜！好，咱继续哦。加油！来咱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
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，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个回合奖金是2万块。 2万块爱注意哦。赢就赢呢。留到上尾上侪人的就赢。上侪人的，迄就赢。就得到2万哦。他甲2万摕倒转来吼。是，吼好来，咱即马拢清气啊哦。要出题啊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的风俗内底有封狗卖过生日的观念，啊，搁有倒一项代志嘛是唔通做的 ？A. 结婚 ，B. 改名 ，C. 生囝。因为生囝你是无法度嘛，我想问什么时阵出来？我都控制，对。以前结婚是讲369，上好差6岁啦，差3岁、差9岁无好。所以我想应该是 B 啦。福哥啊，你选哪 A？ 因为迄个时阵要结婚的时阵，讲袂使伫39岁结婚啊。啊，我代志大条啊。风狗的禁忌非常重要，这题你一定要知影。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拄着狗卖做的代志啦。嘿，比如讲19岁、29岁、39岁这种的哇。因为这歹结掉，大家拢想讲狗无好啦。以前真正是大人拢讲卖做生日。对啊，是结婚、改名，还是讲生囝的时阵。这讲对没关系啊，查某。这边较少年，可能袂晓。对。我说不要29岁，我选 C 的。剩5秒，4、3、2、1，请选定。时间到，请选定。七类。哦，来哟，咱看一了 A B A， 哈 ，A B B A。哦，老师，你的风险是改名吗？是啊。是。因为生囝无法度。无法度。这个就该生的时阵就是拄到4、9岁你嘛爱生啊。哦。所以我先去除法。哦，你改先打微调，嘿，微调啊。结婚是因为以前结婚是讲369，上好差6岁啦。差3岁、差9岁无好，所以我想应该是 B 啦。我唔知，不过为什么伊拢选 A 啊？不要紧，这是风险的问题。风险嘛，对啊。啊，我代志大条啊。嘿，看无定就保你，无定就保因啦。吼，不要紧，安尼我替你问者啊，福哥啊，你选哪 A？因为迄个时阵要结婚的时阵，讲袂使伫39岁结婚啊。哦，这是你亲身的经验。这无多。喂，是。家己的经验就对了。经验哦，你家己要结婚的时阵，所以讲39岁，你拄好39岁袂使结婚。袂使结婚啊，所以讲40岁时我就娶别个啊。哦对，安尼好。我本来是讲。你头前迄我足相信的，啊落尾，来我来问我们落啊。有结婚的哦，对对。有结婚的，对。哦哇。你要结婚啊？你要结婚啊？希望。好来，你选哪选 A？因为我是感觉讲，结婚应该甲生日同款，种拢伫到时阵是较无好啦。啊，改名我感觉讲无差。我是我个人会感觉无差，甲生囝，因为生囝你是无法度嘛。我想问什么时阵出来，你是无法度控制嘛，对啊。所以说，你我就是 A 加 B 2个选一个。啊，改名我是感觉讲，因为我有之前有改过名，迄阵嘛是刚29岁迄阵，啊是讲。改迄个名我无去用，哎呀，所以我讲啊，就改名应该是无差，应该是结婚啦。历史 C 一定是无可能的嘛，因为生囝唔知当时嘛，啊就剩 A 加 B 尔。啊，我记得阮厝的到现有人是29岁结婚，哦，无代志，应该是无代志。到即马也无代志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改名迄是一世人的代志。是。系啊，可能有这种可能性。是。正确的答案是 C。这个是生囝，哇！答案是 A。来，咱个 BA 拢甲看起来。B 先消掉。嘿，先消掉。你帮我起失败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这边有4条命。老4条命。啊，咱这边有老3条命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数字是有分卡数，就是迄个13579，啊，伊是属于用的，吼，就是较光硬的，啊，然后有双数叫做2、4、6、8、10，就是10的意思，吼，伊是属于阴的，吼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伊的
极阳之数就是狗，所以天公生会伫咧正月初九吼，所以一般拄到狗吼，大家拢会感觉较会冲烦着，所以唔拿结婚啦吼，也是迄个就是讲人生吼369的是拢爱较细致的安尼吼，啊个要过生日啦是迄个拢爱避免啊蜡条吼，咱就爱甲摕互偏，袂当夹。安尼，啊，搁有就是讲，这岁数咧算是算咱的岁，咱的岁就一般人华语讲的虚岁、虚岁，吼，唔是算实的，是算咱的岁。啊，其实像拄则讲的，因有朋友，就是逢九有结婚，啊，毋过目前无代志。我相信若行吼，应该嘛是无代志，因为有一寡人因甚至条工买厝买44楼，因讲是事事如意，吼啊也有人结婚条工要选九，伊就感觉会当天长地久，所以家己迄款意志甲坚强，莫去因一寡较无好的意念较重要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大家拢够理解啊吼。来4条3条，好来，帮我是后一题，谢谢。好来哦，我要出题哦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俗语伫咧讲一句话3斤6重，会使来讲伊是什么款的情形呢 ？A. 口才喙水无好 ；B. 久笑闭无话 ；C. 口细人讲话足碰风的。哦，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一句话3斤6重，嘿，3斤6重，3斤6真重安尼。我甲你讲，听咱咧看哇，足认真的吼。对啊对啊，而且还有一个老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说是口才喙水无好，也是久笑闭无尾，嘿，也是讲口细人讲话还佫碰风，对，嘿嘿，正无讲口细哦，是，啊若有答案有通啊试哦，吼，因为阮时间是要到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起答案。你的答案是？起落，哎。高兴哥哥，无试我就当作你失败。哦，咱来看一个哦。A 是。所以讲，我来问一个班班，你啥也是感觉是口才？因为拄仔阮讨论啊，但是主要目的是要分散风险嘛啊。我想讲选头一个嘛有可能，啊我因为这 A 甲 C 拢有可能，我想讲无要紧，我选 A 好啊。啊，若 C 若对就互因继续拍拼。好，啊若是这边。来，阿文本来感觉是喙花足好的，是，对，但是佮听起来3斤6重，就是咧甲人讲伊，敢若讲话无实在，足够碰风的迄种感觉。哦，是，后来想是安尼想。哦，就敢若意思3斤6重。你这2斤才有3斤6重啊，嘿，讲话碰风。是哦，嘛是有道理哦。好，来啊这边，这我日反应有听过。哦，你伫日反应有听过？就是讲你这人的3斤6重啦，因为讲白菜话啊，讲足满安尼啦。哦，碰风啦，嘿，碰风的意思。哦，咱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嘿，有简单就是讲，起码加3票，加嘛3票哦，白手哦。好，来，咱来请教老师者，老师这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咱一般人讲话是方字是中，其实话本身，咱会当甲看做轻轻啊，像讲出来无啥物重要性。不过有当时咱讲话其实影响足大的，啊，所以伊这个3斤6重，3斤6足重的啊，表示讲，你太会讲甲，那像本地无娘的啊，结果讲甲遐济，吼，啊，第二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人社会就有社会地位哦，还是讲伊讲话的人足要信的，吼，所以买当讲伊讲话3斤6重，买当用做伫好的。啊，搁第三种就是咱对家己的迄款迄个期待，就是讲，迄讲话吼3斤6重，咱家己讲话爱较细致的。啊，即句话定定有人会甲迄个讲话3角6尖去用唔对去，因为伊是讲一句话拢爱变调嘛。啊，毋过即个3斤6重，啊，即个3角
6尖，所以是无共，就是讲你哪像拢有角啊有尖要去共拄，吼，所以这两句定定的迄个难唔对去，嘿，啊，所以大家讲话爱谨慎，唔好碰风，嘿，无对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白手啊哦，白手啊哦，好，继续哦，嘿，好，来请起后一题。对，来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语有一个词叫做绿豆粿，恁敢知影是咧讲什么呢 ？A. 煮未开的绿豆 ，B. 面仔青顺顺的人 ，C. 无害的小鬼啊。是，嗨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哦。绿豆绿豆粿，哎，你捌听过哦？我唔捌听过哦。绿豆粿。哦，到底是安那？无定就是煮未开的绿豆啦。因为绿豆真侪拢定定定煮未开。嘿。是。啊，无定着就是面仔青顺顺的人有哦。无定着哦。是。啊是这种亲像迄个无害，就是甲小鬼啊，但是无啥物败害迄种。就爱看伊安尼哦。讨论啊。哇，这少年的较不一样。要有一个人洗沙油盖。因为吼。好，上尾5秒哦，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请起答案。好，来，起来哦。哦，真勇敢的，这边拢 BBB 的，BBB， 啊，这边是 CBA 哦。哦，风煞风险。哦，人这足厉害的咧。对啊。嘿啊，人会甲迄落风险甲分开，啊，恁都。阮做一个就爱干赢。你等下解说甲互阮感觉哦，袂歹哦。因为这一般吼，这你讲这是啥？绿豆粿嘛。一般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形容，算是讲形容一个人，形容一个人啦。因为你应该是无可能是讲这是煮袂开迄绿豆，也是讲无害小鬼。意思讲虽然是小鬼，但是无啥物法度甲你害着啦。你感觉一个人的面青顺。青顺应该是迄，因为迄面色歹看。绿豆伊是青色的，青色的吧？迄面有时册惊着迄嘛是青顺顺的啊。哦。所以我是安尼去想着，啊那应该是讲面是青顺顺的人。意思讲着青惊啦。着青惊啦，就敢若绿豆青青安尼。哦，其实嘛有道理，啊，毋过这边我都爱问3位，来，我今日中啊，边问 A 啊 C 就会使啊。讲实在，我是真正是感觉是 A 啦。A， 你感觉是 A？ 嘿，因为这句话我拄则问哥哥、问老师，因拢无听过。无听过。因为足古早的一个代志。但是我感觉吼，有当时啊是，有当时迄煮袂开的绿豆啊吼，你要安怎讲？哦，迄是歹去的绿豆啊，嘛袂安尼讲啊。讲啊，迄煮袂开的迄绿豆粿啊啦。哦，生活当中一个顺口的话尔。嘿，有可能啦。但是因为我嘛无确定，所以阮个分散。三种拢选一个。因为三个看起来拢介有道理。好，阿文你啥若是？无害的小鬼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形容讲鬼足侪种的嘛，有足恐怖的，嘛有足无恐怖的，啊嘛有真善对，啊嘛有足古锥的古锥鬼啊，啊那讲无害小鬼，应该是讲像绿豆足细粒的，细粒啊，开无开是安怎？无开，是感觉讲伊袂害人。伊袂害人的足细的鬼的，是。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拜托啦。哦，是。答案是 A。好来，伊来看下来，这边的先 C 甲 A， 嘿，咁消掉。啊，这边的 B 拢甲消掉。消。这边佫真有自信的。对啊，哎呦，请失败。不要紧，到底是虾米话呢？哎呦，哦，啥那是真正讲了有道理。对啊。来，老师，好，咱这个鬼的用法吼，伫台语内底有一种真正是鬼嘛，吼，比如讲魔鬼，吼，啊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讲虾米人，譬如讲，拄则有讲妖鬼囡仔妖鬼啦，干鬼也当做描述嘛，当做迄个形容词吼，啊，可以当讲垃圾鬼、开个鬼、垃圾鬼。另外一款用法就是拢密起来的物件，所以这个绿豆鬼就是密伫个绿豆内底煮袂开的，头密伫内底。然后咱的耳孔内底有一个耳孔鬼啊，吼，伊毋是真正鬼，啊，毋过就是足阴
第种味起来啊，无法度发现的。嘿，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好不好？来看咱加嘿，加是这边。即嘛得到一个啦，搁留一个1分。哦，啊那咱这边咧，这边咧，空，无到半个啊。所以咱的奖金是，即嘛搁加2万，提起就是3万5咯。3万块咧，3万5。叫咱搁加一5000，不要紧，会当摕到转无？加油！加油，好不好？咱尽量甲3万5，阮制作人足想要甲这3万5送予你啦。好，咱今来去，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哎呦！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来游台湾，要去倒位游咧？哎呦，咱今仔日吼，就是要带大家来看咱台湾趣味水的景点。所以讲，咱即马奖金是，咱即马奖金3万5千。啊，咱这个回合是用秒数来计算，恁的秒数愈侪钱就愈侪哦。所以3万5是3万5是35秒。35秒，哇，35秒安尼有敢袂付？所以咱节目搁加送伊30秒，好唔好？爱65秒。 65秒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第一位是倒一位？请排队，请排队，来排入去哦。啊，通互相讲，讲清楚得走哦。好，来哟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地方这个所在什么？好，这个，来，新北市的水丰这倒位？阴阳河，阴阳河。啊，这个，哦哟，台中的清水啊。高美湿地。高美是2万块的奖金，这个家庭敢会当全部提走咧？ 来南投溪地乡这个所在什么？啊，这个，来，新北市的水丰这倒位？阴阳河，阴阳河。啊，这个，哦哟，台中的清水啊。高美湿地。高美是地。哦，正确。哦，你过，再来。所在啊。金针花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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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花。 60大什么？60大山，嘿，金针花，好，来，好姐，金山的鸭肉卤黄桃，什么桃？鸭肉卤黄桃，健康哦，来个，无啊，啊，我学过啊，我徛得起来，好无？不过我看迄数字袂歹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过哦，真侪字可能是较来，无定来你念，较无啥清楚。咱来问老师，好，来老师来甲咱解释一下。 日月潭啊，阴阳海这无问题，啊，高美湿地，嘿爱合屯，吼湿地，再来迄个60石山金针花海，好，咱这个60石山，因为虽然华语是叫做60担啦，吼，啊，不过伊这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伊迄个因去遐开发的时，吼，别人拢差不多种40-50石尔，啊，毋过伊即大家会当种出60石，吼，啊，毋过以华语来讲，因有分，石头是迄个stone嘛，石头，啊，但是伊的迄个计算的迄个度量衡，啊，毋过咱台语，石头嘛是石，啊，迄个十斗换一石，10斗嘛是一石嘛是石，所以你若念台语无即个问题，叫做60石山，60石山。 爱去学习，才会知影讲哦，原来咱的地名嘛是拢藏足侪文化伫内底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日看咱的奖金。哦，咱来看嘛，剩几秒咧？今麦剩的是29秒。 29秒，所以奖金是29000块啦。好，咱今麦今日去颁奖。耶！来，颁奖29000块啦。哎，阮这边是奖金。 是。吼，啊个啊，王家乐啊，调奖金，调奖金啦，出新专辑啦，嘿啦。所以今日拢穿红
红色的有无？哎呦红啊所以讲这色都爱盖一个，好不好？抓咱来的时阵哦，咱穿红色的来。今日都爱谢谢咱的好啊，辛苦，是，来老师，洪旭荣老师，嘿，老师谢谢哦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今日哦，就希望讲老师跟咱同齐哦，咱来做一个吼，较无共款的吼，再会啦。是，因为咱前前哦出唱片，哎呦，嘿，专辑吼，新的歌，嘿，滴当，嘿，啊是安那当咧，咱该当一当，咱就知影。哎呦，谢我大家再会啦，请前天，Baby, call me.